佢壞咗好耐㗎啦，因為呢個公仔上一次係漏電啦，跟住就完全壞咗，撳咩掣佢都唔會着嘅。如果唔係佢會識叫啊嘛，係咪識叫啊？呢個公仔，但突然之間佢係咁着燈，唔停係咁着燈。一係就有鬼，一係咧就有佢入面有啲零件係有啲咩係可以控制到嘅，有冇可能咧？你覺得係？